二種花，而看界面應發揚唔開擦。呀，都夾嗰個年盲挑戰到。其中一百講我衝，希望要結 fit 啦。啊，看幾要過。係啊係啊，我知道夾夾衝啦。好啦，天使，然后就会发现气感那种也太 Q 哎。你要走演艺圈这一行，我们一定要有职业道德，好不好？我走了。鬧熱大擂台，鬧熱強下來。好，今日係人十強嘅比賽啊，冇錯。係啊，人流行歌曲組啊，有12位參賽朋友，12位，兩隻禮拜內，各踢兩場，分咗兩拆咗兩隻禮拜，係冇錯。兩隻禮拜對方咗各踢兩場。十強嘅比賽規則，大殺線數演唱藝術高嘅分數清高嘅前10名就做得過關。係講評分就由雙排嘅分數來做比較。今本嘢評審先生有葉家秀先生、齊澤偉先生、齊思飛先生、總飛先生。好啦，啊，先生幾收聽呢？啊，一下，哎呀，嘅比賽規則嗎？規則開吧。哦，好嚟講一下。當然開啦。嚟。請下。根本哦，10強賽嘛，緊張就出嘅，嗬。哦。基本嘅音準啊、咬字一定要注意啊。對。唔過最重要就要創出自己嘅特色，表現出來。細細所散不要注意，哦。最重要是冇風勢哦，拜託嘅。冇事。好，加油！嚟，一個進行嘅比賽。冇錯，TV 係李偉倫帶來《什麼安靜》。哎呀，國歌啊，國歌嚟唱出嚟。安靜，什麼嘢安靜，就像愛一枝花。白白嘅牙齒，瘋瘋嘅嘴唇，木住阿愛講法。什麼嘢安靜，什麼嘢安靜，選我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實在也得影響。風花要幾入來查，什麼嘢安靜愛那沙，眼上嘅師傅要曉生，愛愛唔愛查。安靜，什麼嘢安靜，就像愛一枝花。白白嘅牙齒，瘋瘋嘅嘴唇，木住阿愛講法。什麼嘢安靜，什麼嘢安靜，是我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實在也得影響。風花要幾入來找，什麼嘢安靜愛那沙，眼上嘅師本要曉生，愛愛唔愛查。風花要幾入來找，什麼嘢安靜愛那沙，眼上嘅師本要曉生，愛愛唔愛查。李倫好，奇怪啊！啲客家嘅創作歌曲啱多啊！你啱先有冇偏偏都先一條歌啊？係啊，其實客家唱，如果講嘅客家歌
國歌動到，動到你後嘅客家國歌冇動到係嘛？講到客家國歌，大概不是，如果不是客家族群的話，想到啊，就是那個客家本色，啊，冇是天空落水，啊，冇是誰沒安講，對不對？大部分大概就是3-4首歌啦。對啊，就你會想到客家，大概就那3-4首。唔過我七家學嘅第一首客家歌曲唔係客家本色，係誰沒安講。还在原唱曲很多红点某通用，我觉得你比較 sexy。我的比較 sexy， 當然不是你，是他的。他比較 sexy 啊，那我的是比較滑稽啊。我們冇玩用功哦，冇玩用功哦，冇玩用功，不要這樣子，我會被打電話罵。我覺得哦，他當然，他剛剛就是風花要幾日來找，誰沒安講愛瑪莎。對，你比較 sexy， 真的很 sexy。如果趙德武來唱就不一樣。風花要幾日來找，誰沒？他就屬於這樣啊，對。啊，有咩情況先有幾次搞封建啦？對。不過聽說他最近好像你要吃藥了，還是這樣？海馬回有問題是不是？對。不是，就做些 take care 嘅，就一下我讀學校做我在行政單位工作，一下就有從學校有評鑑，系所評鑑，個模哥，你就學嘅校內就會幫你讀題。古時候太搞做動標，就冇嘢啊你，就講一太個動標準備資料呢，就有一班啊就轉去啊，想講準備來休息一下，結果買齋，嚇，個要買酒，酒都病呢，想講啊轉去酒應當愛病都病上，齋不用作當講係細神，行啊出來，哎呦！齋唔見呢？我照轉去佢睇呢香港，加油拿冇？講要拿，我想講算了，再買過後誒，叫我轉來天氣食飯全部食飯了，早上行啊起來，冰箱一打開，佢搞破地擺，哎呀，根本冇食，就餅唔錯嘅呀。你這會不會鬼遮眼？對啊，你這時候應該要唱歌啊，還是卡到音啊？係啊，就唱羅哥的炸雞，我的炸雞，就會出來啊。出來就不得了，那應該是農曆7月了吧？對，你話要未老先衰啊？係啊，胖冇咩的吧？咩？甜咩奇怪？冇人知拜拜啊！拜行出來行卡定。好啦，就嗰唱第一堂時間嚟講邊啦。嘉修老師，我喺感覺你唱兩首歌哦，雖然是實在是 sexy 是有了，但是不太對勁，這樣哈。我意思講哈，因為兩首歌它其實它誰沒安講，它是每一個起承轉合冇空中你的哦。你沒有你從國家冇先設計過，那會要換氣，所以常常會斷句，誰沒又唱到沒有氣啊，才換氣，所以是自然的換氣，是冇當初你看羅哥在唱這首歌的時候那種感覺，這種說服力你哦。跟唐豆講，誰沒安講，那個層次越來越高啊！就這樣他也就這樣跟佢發那種感覺，他給都給回家哈，它是一個有點像兩句帶一個東西，兩句帶一個特殊的味道出來，所以你是冇是給誰沒安講，就這樣佢發咩啊？就從國家就換氣的位置不太對，鬼國會。你得大宋了，所以講聽不清楚，是在講聽不清楚，唱起來哈，那做評審就要挑毛病嘛哈。兩首歌唱起來，講實在跟羅哥差太多了，但是整個唱國語的技巧各方面，從比賽來講是唱得不錯，哎呀，好不好？好，加油！恭喜張。不錯啊，我覺得對，它有它的味道，聲音。對啊，而且這個臉一唱，什麼 C 模也都可以啊。對呀，我想說，我來補充一下啊，我來補充，偉倫，我告訴你換氣什麼問題哈？比如說你啪啪跟牙齒縫跟這聲，然後摸住啊不會講發，這個是不對的。好，你要說偉倫，你跟摸住會講發哦，我不是說偉倫，你跟摸住會講發哦，是不是？你點哦？所以你這句話你不可以，你一定要啪啪跟牙齒縫跟這聲，然後會呼吸，摸住啊不會講發，這個是一句話，不要分開。如果不知道怎麼換氣，就用這樣子去講，你就可以判斷了。好，謝謝。好，了解。
好，哎，我刚刚也在想说，哎，我到底是从哪里换气？到底是怎么换气的？还是没有换气，一气到底？木珠阿不会讲话的，有。哦，他是木珠阿不会讲。也还太紧张了，他看到那个 C 模也太紧张了。对，看到你太紧张了。怎么是这样子吗？有我问题。来，看一下两个分数来。看一下李比伦的分数。91分，你做对了，不差，应该冇问题，我知道，应该冇问题，哎呀，没有问题，10强以内变啊的，好，谢谢，来，专业的，可以哈，还有一位是赖文就带来几种法，哎呦，来谈过啦，变换世界愛捉拿掉手。换气的部分，我刚才就有讲过，你一定要把乐句做完。如果我气很足的话，我可不可以2句才换？可以啊，做得了啊，东演做得了。秋风吹，一江浪，阿妹梦爱一辆碰线伞。哇，你要唱到第10。哎呀。自将人徛定伊记着打坐，在田园山脚，按步跳悠转动爱嘅无限，街里花，黑阿婆跳那当嘅几种花，唔惊日头辣那天公转风茶。感到那一位心肝情在心头内一记扎，一种花，你看街面樱花香唔爱擦，街里花，看水向空顶轻轻滚马沙，一种花，黑暗用路造心做动的跳恰恰。一种花，你看街阿婆呀落呀开花，街里花，花谢谢相思边爬花未了家，俩里花，黑暗用心嘅圆圆圆圆，明明圆圆开灯呐，一种花，你看街面嘅花。看水向空顶轻轻滚马沙，一种花，黑暗用路造心做动的跳恰恰，一种花，你看街阿婆呀落呀开花，街里花，拍谢谢相思边爬花未了家，俩对花。嘅圆圆圆圆，明明圆圆开灯啊！老歌好，真係好。哦，這一條尾應該差唔多會算你客家國歌嘅。係啊。哦，啲人喺節目當中，接出現。比賽當中，因為我看那個點閱率應該也是點閱率很高誒。應該是前3名以上。對，國歌。對呀。國歌。我看見我發現你來參加那節目以後，乜嘅歌你就敢嘗試。就多元呐，都要嘗試，挑戰自己。係啊，挑戰自己。夾歌你還忙挑戰到。你送100公我出。希望有機會啦。
是看今日有歌。嘿呀，吃都给人家冲。真的哈，我也觉得呢。可以乱说啦，开玩笑。你怎么学坏了呢？没有，我没有学坏，还是本来就这么坏。人性本恶，永远都很恶。你要向我唱那条歌。要是讲的哈，因为松柏我就多不卡专辑3米，我就唱几首歌，还有那个君娜姐的歌，就唱不给妈妈糖。啊给糖糖哎就讲，要是各位那有来电哦，我喜欢哦，对我就想说，妈妈按时髦啊，嘿呀来电，那就唱本给糖安内啦，嘿呀，故说给你唱本给糖，电视当对是的，所以这是妈妈钦点的一首歌，所以再难也要挑战自己，冲，对，有好糖，哎呀，妈妈不知道她认同感多高哈。对，还不知道哈。你梦给中医啦，哈。这首歌妈妈一定很喜欢哈，一定很喜欢。这位老师不知道喜不喜欢就不知道了哈。哎呦，我安尼哦，一讲就紧张，因为因为 CV 先生，一直在讨论，先讲好文做，其实你一路比赛下来，你真正进步动态，过去譬如讲过去当到缺点，我都知道讲你一定有想办法的改。我先讲今日呢首歌曲，佢嘅難度真件較高，真件當講，我可能一開始喺唱歌嘅時間，我就想講嘅，我特別啲講片嘅時間，我都講，可能就現在高數啲台當唱歌嘅，第一句真件太重要嘅，你第一句一家唱到無確聽嘅話，你幾首歌曲出快睇咧。你開始嘅時間，我就知道你講，在家鄉，我知道你都會講嘅。骨頭講，你想要鋪陳，你需要更想講阿啲說過，應用版唱的時間，你自己就掉入你自己的陷阱裡面，因為你唱兩句，跌上下一句，根本你要問聽都正音檔唔好，你終於看播出是啲嘅，音準你要問聽都要冇好，一開始我知道你有幾隻地方做得當好，譬如講你有幾個花腔做得很好。按不跳有準都愛給我看，你前面幾個有一些花腔是很好的，不過你幾首歌曲有太多按呢問題的時間，我就覺得這首歌變得油了，它沒有那個阿婆的味道。還有不然愛緊想講，要生氣了，我覺得你應該要 hold 住了，可能因為太激情，想要表現就衝過頭了，你知道嗎？還有不就我覺得後面就整個我覺得亂了套。還有你發上的 V 眼邊呢，你全部都在這邊的時候，兩首歌曲就沒有辦法表現它的層次跟厚度。Hellboy， 你要唱升 key 的時間，你的問題就出現。好，所以你轉去看一下你以前比賽的時間，你要問聽 to 啲那位，還有你技巧，我知道我大白講技巧哦，你有懂多種，一首歌曲係用2邊3邊做的，係用10邊以上，我就覺得那就不對了。好，想一下放在對的位置。好，加油！緊張，可以看你換咗個分數啦。好，來換咗嘅分數。謝謝老師。有超過90分就算不差啦。英國是不差啊，冇問題。好，加油加油！好，籌分了啊！好，回做休息。好嘞，沙來黎明來咯，黎精隨帶來一兩碰先生。好嚟，談個啦。秋風吹起你江南，阿妹寄來兩捧先生，交代愛身體愛播種，天寒時節愛作那條衫。這條路已經有3年，世上會相依阿妹嘅思念，下次嘅心肝，終生唔敢忘，愛為什麼愛為打拼不負你期望。
渐渐寒，身作碰线衫，秋窗春风吹，掩爱心肝。秋风吹起江浪，阿妹寄来意，两捧线上，交代爱身体爱已播种，偏看世间爱做假丢心。嘅心肝，终身不敢忘。爱为什么爱为达标不负伊期望？天气渐渐寒，身作碰线衫，秋窗春风吹，掩爱心肝。主持人好，来泰國，哎呀，條歌迄種吼本相當默嘅事情哦。嘿，因為條歌嘅我創起是要本來相當我媽媽，我家小好咩啊，我咪轉嚟來講，用啲阿幫好幫必處理啦吼，必處你就師傅教了，我落去潛看咧，要買寫咗嘛，結果一潛到潛一條太尊橋嘅有冇？啊，動應該喊呢，但是個喊呢出奇的意外，那因為改良時嘅手工已經水較香吼，所以行個喊呢有冇？動態上上眼，你啲還蛤蜊有冇？上眼睇上你啊，有。當好當道，所以望啦減世間，冇事啦，冇事啦，空氣係咧就走，因為係全部有冇嗬，唔是用米，冇晒，就青豆咧，對，幾乎全部都是血。啊，個刺刀嗰條安尼咧，鮮咧，鮮買啊，哪一買？哦，我咪要去攞去再去。市場賣賺5萬塊就出嚟。哇！嗰條樽橋算上到太啊你啊！冇啦，冇咁鬆啊！真的黃金線高就出嚟。真是一出唔會少呢。因為幾條橋嘅小矮浪啊，咪你用啥去嚟？這個係米漢呢？便宜唔低啊！便宜唔低啊！因為做嘅全部鉗定。哦，媽媽去潛到都出嚟。係啊，去潛到。神秘的水溝。對，不過現在已經消失了。秘境，他們家的秘境，只有他才知道。小時候就失蹤了。小時候就失蹤了。漸漸的都是農藥啦，那一些啦，啊，全部都死光光了。其實佢講一樣啊，台灣細沒有經歷過，沒有體驗過。關於唔係有限，要真係聊到安尼題目，安得好嘅講一下哦。冇問題。來，好，欣賞公平來。強師傅，老師好。嘿，李大哥，今日創業出國，其實大家就當到人談過，還有一出國咩當親切嚇，就係講佢係一種華爾茲嘅國位嚇，山坡嘅國位。其實表現起來呀，嘅高尚嘅上限，其實我知道1盒，好正嘅1盒。所以講，唔從國位個性來講，按你表現嘅方式，我知道當對人嘅面，啱過係可能還有那個一種嘅建議，就係講，因為對國位節奏感嚇。可能還是要稍微研究一下。雖然講人嘅上限適合藝術國位來表現，不過呢，運氣也好，還有一種節奏感，唔應該用樣板嘅上限，愛軟愛硬，
用板来去做起伏，也个部分可能溜溜稍微研究一下。所以用板硬的部分用板熟，软的部分用板再把它推出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好，这个就顶到另外一个文组的问题，就给捏过的部分没强硬，就太软了。那如何推出来？你太强硬的。用板熟正了，安尼好，安这些。哎呦，好，谢谢老师。做一点补充哈。其实金不腻，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换气，你的乐句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金不腻一定要给你一个建议。你看秋风吹起你腔朗，那个风是一气呵成的。然后阿没寄来一两碰线伞，这应该也是一封信直接寄到。你全部都是秋风吹起换气，你全部把它那个风到一半就被你切掉了。而且第二句更不好的是阿没寄来，你要不然就一两碰线伞，你竟然是一两碰线伞啊！这个错的很大。阿没寄来一两碰线伞。好，这换气的部分，我刚才就有讲过，你一定要把乐句做完。那如果你觉得你一句唱不完怎么办？那就去想办法。你稍微把你的声音往回一点点，就像刚世辉老师说的，你唱柔一点，不要整个秋风吹，一直让你的气一直出去，你一定气不够。你要把这一句完成，你就要在家里练习，怎么样我可以把它完成。然后 hold 住它唱，秋风吹起你江浪，再换，阿没寄来一两碰线伞，再换，这样不是很美吗？你把那个气息稍微稳一点，然后副歌的时候再把它唱出来，就没问题了。好。还有，谢谢老师。如果我气很足的话，我可不可以2句才换？可以啊，做得了，永远做得了。秋风吹起你江浪，阿妹梦爱一两碰线伞。换个从头开始。哎呀，莫按冲，莫按冲。没啦，还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换气比较好，准批后来。哎呀，冲到某条鱼上面关系。别那张很冲。哎呀，好来，看下几个分数。来，金锤嘅分数。所以本来没有啊，还蛮保险的，没问题。哎呀，好，先穿夜当红，谢谢。好了，第3位了，看起来都有万一跟问题，还有脑子的问题，下一位，这一位应该脑子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他换气应该没问题啊。他换气，我觉得他气很足，很足，常常好像太多气，太多可以不换的。哎呀，你不是从来狗也没清奇怪，国际化的感觉。王志嘎在嘞 ，Baby Shark。哎呦，还冇该讲咯，来弹过来。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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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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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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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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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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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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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Abb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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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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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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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shark Apple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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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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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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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shark 阿公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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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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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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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shark 强下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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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下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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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下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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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假 shark 回走。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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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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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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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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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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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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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ark Abba shark do
噜嘟嘟嘟，阿爸 shark， 嘟嘟噜嘟嘟嘟，阿爸 shark， 嘟嘟噜嘟嘟嘟，阿爸 shark。阿婆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婆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婆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婆上。阿公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公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公上嘟嘟噜嘟嘟嘟，阿公上。强哈上嘟嘟噜嘟嘟嘟，强哈上嘟嘟噜嘟嘟嘟，强哈上嘟嘟噜嘟嘟嘟，太高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應該唔知乜嘅係 shark， 其實 shark 就係強盜嘅意思。大家都強盜嘅，到底係乜嘅事情咧？可能，我剛剛我是咁樣強盜咧。哎呦，到底係乜嘅發生乜嘅事情咧？I'm a shark。Shark, I'm a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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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me shark, shark, Q me, bang me shark, bang,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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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gong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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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gong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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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shark, shark。喂，要帮你叫救护车吗？不要说观众吓到我们也吓。你都吓了。对，哎，你刚刚都往灯插，做了冲一条哎。嘿。太吓就吓，太多。屁神哎，眼冇上到咧。哎呦，各位老师好，什么公主？老师好，老师好。哎呀，哎呦，因为我有那种创意呢哈。对呀。我有看那個人嘅前面嘅習俗，前面嘅習俗有冇類似安尼嘅歌曲，但係就係帶動唱，當天。帶動唱，教小朋友嘅嚇，本小朋友講到嘅歌嘅就錯咧。尤其是佢那個韓國那個歌曲，我就留佢改編安尼。哦，一條咩算世界名曲咯？對呀。對哦，但係就客家歌當時有安尼個風格啦，故說我就想試看一下安尼。試看了，這個是你的想法還是你們？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哦，唐貢人家的你們表演這首歌哈，好像有受到各大報章媒體的報道，係嘛？唔係，係記得嘅創作，去年大嘅事件，有得到頭名。去年比賽跟歌，那個虛擬一片麥田啊，天下那個 YouTube 有虛擬一片麥田，對，YouTube 已經上了，就對。有得名就點閱現在多少了？唔知呢。有我的那個天下冇法度算。有羅哥的那個尾數嗎？有我的那個不務正業高嗎？我不務正業不高。但係天下那個時間應該人專輯應該已經發行啦。發行啦，已經發行恭喜。哦，而家已經專輯名按到卡拉天台。卡拉天台。很棒的一個團體，好厲害，好特殊啊！對啊，很奇特，真的，很棒。好，來從台灣的唐先生公平來，請費先生。哦，來，是志佳，你永遠給大家那種非常的奇妙的感受，奇妙的感受。對，首先我要說，在你衝狗嘅部分啊，哈。其實，因為你不同的角色，你用某種用嘅嗓音去唱、去詮釋，那我覺得很特別。但是，今天有點困難。我想給你一個建議，因為這個詞是你去給寫的嘛。那畢竟它是一個歌唱比賽，如果就根本你的表演，我個人會覺得比較適合在表演上面，因為這是歌唱比賽。其實你的聲音的表現跟歌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在表演的過程當中，它基本上就可以成為一個帶動唱了。我相信在最後面的時候，泰嘎全部都會跟你一起 shark shark baby shark， 一定會跟你嘟嘟嘟，對不對？一定是這樣的。我覺得那個氣氛，但是今天因為是一個歌唱比賽，我們非常的期待去聽到，你有什麼樣的歌詞的意思啊，或者是怎麼樣？包括你最後在講話，哎，你們知道那個 shark 什麼意思嗎？對不對？
如果你把这一段变成一个 rap 这样放在中间，它成为你音乐里的一部分，成为一个 rap， 在这个音乐的间奏里面，我会觉得很棒。如果是歌唱比赛来讲，除了声线跟你的歌词情感的表达跟声音的表达上面，那如果说我们在选歌的部分都选到这个歌词就可以过了。我相信对于很多其他歌唱比赛的歌手其实并不公平，因为大家也是都要背很多个歌词，而且你是一个创作能力的歌手，你如果把你的 rap 放在中间，成为你音乐里的一部分，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在唱歌的部分，我个人觉得你声音的变化上是很棒的，但是我觉得选歌选错了。对，应该这样讲，歌唱比赛并不是很适合选这样的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对。好，嘉宾先生，我做自家有当好的才能，有当好的能力。我说重话哦，你真给他创两首歌曲，其实你可以不用带你的团员来，因为我觉得让他们做这件事，我觉得有点心疼。我很认真跟你说。就像不是就像慧老师讲这首歌只是表演，但是你知道吗？一个表演很重要的是，除了你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去感染别人之外，你不能让人家看到第2遍、第3遍就开始尴尬，你听我意思吗？然后我觉得这个创意我可以给你100分，但是我觉得对其他参赛者不公平，因为整个都是阿梅下阿巴下，我也觉得 OK。可是如果你要改这个，譬如说我建议你，我马上听到这首歌，容哈嘎发有关联的，譬如说 Shark， 你可以想到什么？哈嘎发下，阿梅下，你可以这样改的，爱像你，阿梅下爱像爱，然后最后阿梅像爱，东像爱之类的，你就可以把后面的东西是可以改的。我觉得如果你把它中间有变成 rap， 我会今天给你满分。但是你今天这个表演，我觉得好浪费你的才能哦。我觉得你不止这样。好吗？谢谢你。这创意十足啊！但是稍显单调了，应该的。而且实验精神十足，以他的实力来讲，其实还可以更好。老师们觉得你这实力100分的，你能才弄个50分的东西这样的啊？我觉得很想出来这样打爽打爽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我这分数搞不好也不错，很难讲。请难讲，看一下分数，看一下蹦子嘎的分数。阴森的风景。我出门丢垃圾，我抓一把钥匙出门就出来啊，这个不是家里的。那是唱歌一张 sell 法，然后亲口 sell。哎呦，给有一摆软里节目叫林佩萱，你记得吗？那个赵安腔的，他去倒垃圾，给倒分收，结果给公车来了，公车门打开就把垃圾。欢迎他蹦子嘎给分数。那是给我。八九，那是你们3个代赛啊。化妆的关系啊！对，我都知道化妆了。这样我对不起你了。老师不认识他了，太帅了啊！对，这个创意真的是很好了哈。对啊，但是如果再跟老师讲的其他方面，如果再有一些某空用的感觉的话，可能我讲吼，因为比赛嘛。创作比赛唔係表演，係表演可以現場哇，大概一點技巧哈。這個對，好吧，89分。就看根本有辦法過關冇咯哈。係啊。好了，先謝坤一下。謝坤一下，好，謝謝你們3位啊，哈，謝謝老師，謝謝。我們一起介紹下一位。下一位。王以珩。講嘢來談講啦哈。是变染成一片腐暗，总会习惯遗留给时间，点点转身背对了时间。
这首心爱会是为你嘅歌名，一年會在等安分慢慢入睡，無停影浪影之間都唔再久遠，有可能點在我一眼，我放棄了時間不給考量，用幾分秒一發給你一個秘密，有意義愛不到你身高時間。分開都不再有遺憾，面對了解，兩世共勉。雨涵的表情好像很享受的样子啊，哎，唱完很开心哈，开心，对啊，开心啊！听说今天还要来考我们大家，对，就是我平常会玩的一些小游戏这样子，对啊，真的，对对。等一下我有道具，我去道具间拿一下道具。真的吗？我最怕被人家考。道具间这个真的很好玩，就是因为会很难吗？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所以你本人有解出它？这是我出的，是你出的，这是我出的。这是什么数学？你知道我做到很想把它。对，数学题吗？哎，对，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看不到，好来看一下。好，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出来看啊。金字塔系列，没有，它其实它跟数学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加减乘除，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规律，然后我们可以透过一层一层去解出来最后一行它的数字到底是什么，这样。对，提示就是这个空格要填出数字，对，然后就是没有加减乘除，所以是跟一般常规的不一样。我有解出上半段哦。好，好，再见哈。你这样做是聪明的。我大概知道概念啦，我是不知道对不对。我讲概念，但是还没有讲后面，因为那个后面要算有点久。好，就是第三个的话，就是1跟2个1加起来就是第一行跟第二行嘛。哦，然后到没有加减，没有加减，没有加减乘除，就是脑子去想，然后好，没有加减乘除，然后好，那就我觉得，但是我等下算一下，我很想知道啊，你先会底哈，我也很想知道什么逻辑啊？有人有答案吗？哇，真的要底嘛？谢谢大家。没有哈，没有加减乘除哦。没有加减乘除，搞不好黄志佳知道哦。黄志佳知道吗？因为他的逻辑不一样，对。志佳有没有？你要下来解答吗？你来，就是但是你已经你知道答案吗？你来，他知道。哇塞，你们是同类人呢。哎呦，那你们可以多联络一下。如果说不能加减乘除的话，是。我会看到一是对这个，然后它是对。哦，不是这样。哦，不是啊，你可以回去了。不是。好，再见。我跟你讲，我还比较接近嘞。真的吗？对啊，我知道这是2个1。哦，对，在这边。对。然后后来我就被黄志佳的 baby 吓，然后吓到日期，然后我就没有做下去了。没错，这个概念是对的。对，我们是同类人吗？对，是我们是同类人。什么意思？什么2个1？他刚刚有讲到一个2个1这个概念。一层一层相扣哦，所以可以推，慢慢推。对，所以上面是1个2，对，第一行是不是1个1？所以下面写1个1，然后这边就是好，然后这边是2个1，所以就2 1。然后接下来往下来看，就是这边有1个2，然后后面1个1，然后再往下推就是1个1这边嘛，然后1个2，然后2个1。所以往下推3个1，然后2个2，1个1，然后最后一行大家就可以一起解。来，第一个是什么？1个3，对，没错。等一下我写一下，第一个1个3，怎么了？好，可以吗？1个3，1个3，然后再是它是1个3，然后后面是1个1。1个1啊，1个1啊，然后2个2，对，2个2，对不对？2个1，对，2个1，哇，好无聊哦，很棒哎，就这样，赞哦，就是可以动，这样比较不会痴呆吧？对，因为我等一下大家带题目回去做好不好？因为我记忆力其实不太好，我就常常会玩
什么魔术方块，或是这种题目，让自己醒脑一下。这样不会更混淆吗？不会，真的，整个清醒这样子。哇，好棒好棒，训练一下。轻巧嘞，罗哥在解释之后还不懂呢，你看。演那个，解释个做嘛个，因为解释说以后我变那个数学家呀嘛个对吧？对啊，跟清南宫哎。对啊。酸喵妹一种逻辑跟统计学。哦。好了，那我们重点是还是要听老师讲评，你还很棒棒，但是我们要听老师讲评呢。这修老师差点忘了。哦，我觉得以前根本哦，那唐希尔是真的唱起来轻柔密细，它很有味道。不过第一点，你的基本动作非常不好。第一个手指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靠嘴巴很近，所以他的声音都不太对，就变得闷闷的，嗓嘿，因为闷的声音很多，其实他唱的蛮用力的，可是都闷掉了。汤一了就觉得高低起伏都不见了，还是中间呢会被 compressor 把它压掉，所以感觉上会断一下。其实是因为你的那个 power 已经过大了，把在机器里面的认知整个把你跳掉了哈。所以我建议是讲，可不可以你冲两首国语？整个不管是表演，就是伸缩这些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所有的比赛者都要跟你学，就是他平常练习是这个样子，上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共鸣区就很稳，就在低那个地方，厚厚的、松松的这样唱出来，其实真的唱得很好。但是这个基本动作做得那么差、这么糟的话，我是觉得你这段时间也该多研究一下，该怎样去抓麦克风。对，然后这么慵懒的客家歌呢，请你多多发扬一下。好，本塔嘎呢，我们也可以拥有客家，我们拥有一个更舒适、更高雅、更慵懒的环境。没做对啦，感觉上可以欣赏这些歌曲，好不好？什么曲风都有哈。对，加油加油！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来，看一下讲个本书，好了。93，逻辑非常好的雨涵93分，目前分数最高了啊！恭喜啊！因为没问题啊，没命投胎了啊！加油！好了，来这下期，就看看沙伦的名声，沙伦风行喜里行。好嘞，躺快了啊！嘅風景，有風沒有雨，我等地了里途紅，小困跌落巴黎，可能有多發，莫需要共鳴。這一次遵循你，不告而別，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遠的地方，不再有眼淚，也不再有悲傷。假使愛上你，該會點點款天堂。假使你相愛，主動愛夢無法想，愛嘅笑容，讓你中意嘅笑容，愛袂輕容，勇敢到丟擺手中，時間嘅夢，留下了丟擺嘅章，終究會翻越經歷的那一道牆。莫需要共鳴，這一次遵循你，不告而別，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遠的地方，不再有眼淚。
上，假使爱上你，爱袂点点款天堂。假使你相爱，就都爱梦如发想，爱继续拥抱你，将你给强养，爱袂轻容，勇敢到就别相冲。时间给秒，留下了就别给讲，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罗哥好，林胜你好。听说一条歌之前本来就放在口袋的名单，对，口袋歌单是不是？但后来在6强赛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主题刚好可以放进去，所以就收起来这样。冇金币冲到了，来金币就来拿来冲，拿来变新式强就冲了。对，因为根本也来参加的朋友全部都会。好像海马回都有点状况，前面好像都一直提到说，我刚刚看到资料，每个人的资料都是忘东忘西的。然后我一开始我把那个就心得就说，好像最近很常忘东西啊，真的，对呀，还把自己锁在这个。对，我一出门丢了事，我抓一把钥匙出门就说这个不是家里的。哦，我是唱歌一张烧饭哦，亲口烧的。哎呦，给有一摆录节目叫林佩萱，你记得吗？那个赵安腔的，他去倒垃圾，给倒分收，结果给公车来了，公车门打开就把垃圾往自己。不要骂我，不好意思，我要免音讲的啊。司机表示头痛，有那么严重吗？应该还好。没有，就是求救一下，赶快叫家里的人来帮忙一下。对啊。我觉得这很经典。好了，OK， 好了，那边欣赏的贡献。好嘞。冰胜，你好，是好。OK， 其实谈到文乐狗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心动。锦屏你从要说歌，我觉得你选的很好，也适合你的音色。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你今天的表现呢，是比较让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我对你的音色这样唱了这么多次，所以我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的感觉在哪里了。不过呢，其实talk歌没问题，挑歌是对的，但是呢，今天我总觉得有一种声音没有开的感觉，就是声音应该可以用你的能力来讲，声音可以再开放一点。好，可能在这个是第一个啦。朱黑雅跟赏先今天好像感觉好像少了发声的发声就是你要唱歌前的发声，然后声音想张开张不开，对，然后有点松，有点松，不够扎实，所以会显得有一点点的不够力道，让我听到那种悸动感，就是心动的那种感觉。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会讲我们讲的铺陈，其实在主歌的部分呢，它给你那么多16 bit 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你慢慢道来是对的。不过呢，就是希望注意点，就会讲，其实主歌在铺陈的时候很小心，因为它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你更要注意到你的歌声的稳定性。所以呢，其实要技术歌的部分哈嘎斯啦，在客家字可能你掌握的没有很好，所以每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尾音，你收的时候就收的有点勉强。好，收的会有点勉强，可能情绪在铺陈，铺到后来你没有收完成，你可能只有收到80%就不见了，这样可能要注意这个部分。好 ，OK 吗？好，安之 C。好哦，我有回馈有嘅分數哦。睇下呢邊先嘅分數。係。91分，91分，恭喜你啊！恭喜，没问题了，通过了，好，恭喜！还有往后还有很多集数啊，还有好多次的比赛啊，继续过关，加油啊，继续加油，继续拼啊，好嘛？安子 C， 好来，回做消息。千年永驻。以前后生嘅时节就
学得有个太极拳的。哎呦，太极拳，这个一代宗师，我们廖崇发先生，廖大师，今天碰到一个格斗高手，来自泰国的格斗高手，好来，一拳击毙，真的。传统组，十强决定赛啊！冇错，两礼拜还有下一礼拜。传统组总共有11场年，而来拼呀十强。冇错，所以分差不多2礼拜。一礼拜有6位，下礼拜有5位，所以12位当中要去10位哈。唔掂哪位要本人淘汰的，唔掂，就看下2礼拜表现咯哈。来马上进行传统组的比赛，介绍评审先生来。苍荣平先生、李秋霞先生、曾明珠先生、罗莹莹先生。好了，先生介绍的讲下评判的规则啦，哈。请高中先生。好嘞，麻烦。一个10强赛啊，哈，也大家全部都姊妹输的啦。哦，真厉害，全部全部一硬头啦。虽然讲熟得一傻天天，但是大家还是要相当注意，这样对不对？不离过。基本咧，还咧要求讲，大家熬水涨半了的菜，运脚看到了，也做运就轻松要了。大家就每3年可能做嘅强运会冇买强样，也会占一台嘅也嘅那个差理啦。差别哈。唔過還有咧輕重要就講江山嘅就應該唔會江山啦。我一天哦，有上次比到後背會越經驗後背越強。有上次真難講。嘅假使唔記得歌詞啊，叫做奧瓦里咧。奧瓦里咧。好，大家加油啦！好，按住這，好，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廖崇發帶來羅山歌。嚟，彈過來。天下了，他也啦，一家亲呐。相飛啦，隔山隔水，心連心呐。要我自己好。法國呀，時間安排得以後，哇，當然啊，人退休了以後，石花人潮啊，哇，石花人潮，就是種花種草哦，拈花惹草，啊，對呀，就我每天起床以後，哇，自己爬山，對嘛，爬山了就因沒有團員強啊，從國誒，哦，從這以後咧，很樣辦？哦，我就
唔准也去音乐的呢，时間以前後生嘅時間要學到嘅太極拳啊，太極拳，而且段時間好無限吼，是好無限，你要幾年啦吼，就是還有時間啦吼，啊接去複習啦，順下來潤通啊啦。哦，太極拳就搞啊，你是潤通啊，你要用嚟做啊，示範幾招做的嘛，然後你拿麥克風，做對啦，做對好嘛，然後你聽下咯，沒有學啊你，好了啦，音樂要一開始用啊，一開始用。好，而且不用強鬆呀，不用強鬆。哦，氣勢要蹲馬步，馬步，很有樣子哎。嗯。好。哎呦哎呦哎呦哎。有哦。哎呦耶。像那紅日光。有味道，有味道。这个有，很稳呢。哦，这个应该练很久了，这个哈，有弥陀好。哇，现在我们虎口的这个一代宗师，我们廖崇发先生，廖大师，今天碰到一个格斗高手，来自泰国的格斗高手，好来。一拳击毙，真的，大陆很多有没有？哇，什么哇，张三丰的什么后代，然后去找那个格斗高手，一拳就不一拳就被 PK 了。你也會係潤通會重來啦。啊，你啊太極拳慢慢拉也可以拉氣啦。對，練氣最主要練氣。功就出來氣功。一冇老人學上大冇。唔，你練一球啊，練一多年。呀，應該10年前是可以去游大概做人來啦，斷斷續續，你啊幾年哦，他接。都叫複習啊！真係嘅，看個通州之地，常年練呢，站，身體一定動健康，10磅一冇問題。嘿，冇問題哦。來，搶一下先生的講評呢。高中先生，廖先生佢要學嘅太極，太極最主要運氣，對唱歌嚟講，真好。哦，也對佢唱嘅也老山歌也發現到講。佢面向嘅乾潤嗬嘅絲嗬係搖拉一條筋也好，來上飛也好，心連線也好拉長。唔過係唔知乜嘅要佢天意嘅一架錢唔拉長，嘅錢是啊，佢冇見到按多格啦嗬，啊也睇白可以注意啦嚇。好，謝謝。啊，佢佢唱嘅也嘅人講山歌啦嗬，一路山歌。相當穩啊，嗬，易穩。唔過老山歌嗬，事實上唱比較講較有行雲流水嘅感覺會較好。好冇唱歌唱嘢安尼，人講沉穩，沉穩應該較圓突啊，較行雲流水對喂。佢咪唱過，比如講今日有緣來上飛，隔山隔水心連心。佢做嘅安尼詞來團結，安尼也以後，非常好嘅優點嘅所在。但是有一個東西我來建議下，我記得一條筋一架錢，你唱嘅時候，你全部唱你彈開啦。你咩唱一條筋，一架錢啊，唔唱一唔知乜嘅理由人唔知，也係咪再個加強改進會較好。一架錢啊！我那我來上飛嗰隻飛絲，你唔知佢發嘅音，留嘅鉗啊！開兩年係嘛？講開兩啊，唔講開兩，係啊，幾講開兩。飛有一些咧，彈到嗰隻是唔係按張啦，做安尼加強哦，冇問題，加油。好，按這些，好，
会两年冇办法嘅，是不？非常是咬冇安裝。咬唔過。來，看一下分數。廖崇發嘅分數。93分要分數一做的，冇問題啦哈。哎呀，先抽問來哈，按這些多加。什麼大哥？這中國家真的。哎，親吻呢？嗯，這樣我都會抖呢。好嘞。你個手還看起來還是有問題。好嘞啦，我來了，沙來，羅球迷帶來3個字。好嘞，糖啊啦。係啊，阿姊妹哈，兩位主持人，阿姊，人家算退休嘅啊，係，哦，你到4點就退休咧啊，安陽2巴掌，2巴哦100歲啊，2巴掌啊，5啦，2巴掌，係啊，5是55歲啦，係啊，55歲，55歲按做就退休啊，要按後面哦，係啊，前川拉咧。之前我先生嘅身體模糊啦，還是體路是病體咧，啊，一直到咧下係。係啊係啊，你阿爸爸演技未下倒水咧，是照顧兩個。哦，無卡就唔是唔傳錢就走嘅。誒，過得去啦。過得去啦，照顧佢兩三。對啊，退休還沒事，在家裡就也是一樣拈花惹草。哦，幹嘛嘅？更重的哦，係啊，多肉植物，你要佢按獎哦，前面有法眼係啊，係我家要前庭後院嘛，算是豪宅就出嚟，豪宅吼，呢個早期嘅屋嗬，較發啊，係有前院後院哦，所以佢嘛個多肉植物，療癒，不是要種在家裡嗎？可以種在外面啊。對啊，我種到個院子啊。院子，係啊，也是讓如果下雨也是就讓它淋雨這樣。誒，還好嘞，因為你那個沙谷啊，透氣性好的話，其實下面就沒積水，其實沒積水是沒事的。幾萬人講嘅亂，白頭翁，白頭翁，係啊，凍漿啊。係咯，即個係咪講亂？係咩調？唔係，即個係咪講亂？白頭翁講誒。係啊係啊，睇白看到。哦，真的啊！個院子誒，個龍柏樹上。龍柏樹很高嗎？也還好。還好，比我高啲。哦，還有雕過嗎？誒，個買到嘅時間其實有已經雕好了，就對了。哦，現在就在上面築巢。係啊係啊。哎呦，白頭翁誒。東翁呢？東翁啊！我走出去，他就一直叫。哦，佢驚唔會過來去搶佢亂，搶佢亂係。哦，跟住變下個乜嘅斑鳩都唔會學。
斑鸠唔係哦。斑鸠唔係，係。斑鸠。佢連過去佢就夾夾比這個。唔似假肉嘅哦。唔係啊，我不卡，後尾佢咩話來築巢啊。哦。對啊。靠近其實要衝過來要咬我。會咬你。哎呦。係啊係啊。哇，那個護子心切哈。我唔知個白頭按哦。我一擺佢後尾嘅欄杆就來築巢咪。啊，細年佢用時裝5、6歲添嘅，我都自閉看。哦，佢當歡喜嘅，結果佢帶佢就同隔壁嘅鄰舍哈，然後當一個小朋友恐嚇下來，趁我冇注意嘅時間，同佢亂拿起來搞。嚇，嘿，啊結果咧，啊都跌喺天嚟啊，爛鐵啊，爛鐵咧，哎呦，對呀，吹歌，哦，還那個媽媽找得很久這樣子，後來那一個巢就很久沒來煮。哦，真的，我以為把放你的雞蛋回去，應該冇人弄吧？我自己生啊。嗯，對啊。哎，好了，感動點啊！嚟唱《酒下先生》，定錢叫人開。好嚟，潮米哦，講老實話，你嘅飲食清嗬，嚇，你一創按叫嚟嗬，台風也有進步嗬，看到你啊一次一次進步。唔過強浪，你然後從快向強浪去6年。嗯。所以咧熱事啊，同你講熱啊。哦。熱2、3時熱。哦，唔加熱條件，唔錯熱條件，嚇個熱天唔係創到熱。好，要注意啦哈。你從三國嚟講，你全部是吸煙衝過。啊，唔好講有4級8級裡邊有1隻4呀2隻4去了。啊，比較就還唔好啦哈。還有你聽一句啊，精神是良吼，那我感覺你去加隻良，還不加隻啊，比較會較好聽的喂。啊。精神就是來亮啊亮啊，強強嘅帶過去，也冇講亮啊，唔係很按唱哦，人哋叫按唱法啦哈。當然，因為你按你還有全課堂嘅，我就感覺你屬於都是有很弱的喂，哦，你冇將你嗰種嘅優點發揮出來。我記得啦哈，希望你下回還有長嘅時間，能夠更加加強，注意咬字方面，加油！好，謝謝。好，嚟睇下大家分數啦。好，羅巧米嘅分數。哦，有咩？多款呢？具有冠軍相嘅呀！自由身，自由身，加油，加油！好，什麼太感出來做小情哈。我來殺下來萬年呢？殺來，前面輸得來平板。哎，等下。哎，认识泰国哈，两位主持人好，哎，你好。
哎，我看迄资料啊，像我头摆，你迄都那3度风啊，3度风，也讲很不可思议啊！大概这个，就讲个每日公园搞有头看往东片看啊，最高的山来做天高。南下的左边，就是通路看过去左边三个这个山当个天高的山主也在这个山当个。哦，高通路上看得到个山的啊。每日个先从太桥公园搞有头东片看得到。哦，这个山当哦，最高的地方，看天高啦，最高的嘉里山最高嘛。我说天一层高山这个。有冇个特别喺度个安当红的嘛？嗰啲。现在就是当我个做阿公在阿爸呢，兄弟就山东嗰啲传说啦，系啊。山太旺啊，种乜嘅喏？台北就有种咖咩，有种茶叶，有种竹嘅，乜个都有种啦。哦，所以家己用是全部都产业道路的，用行嘅。冇台北细家冇路冇产业道路，细一条个山路啊。出来段段。全部靠人行出来。靠人行，错。哦。讲下山东有冇？台北就是我前年记得就讲，佢有假几十户人吼，人沙一行一个东院站有一家人，係啦。佢做個大概講埋一個路通有冇？做一張嘢要100，而路要快啲嘅，而漲一下，個那個錯上下個都拍啲安尼啦。哦，跟人當要出街，比如可以脫口脫書啊，你要行一叫嘅。那個小學較全，他們都5分鐘就到嘅。小學較全咧，跟仲讀初中個係嘛？假如我讀上初中嘛，種我讀體育初中，行路2點當中，哇！足球行嘅高層咩非常嘅辛苦，有人講冇人愛信，不可思議啊！哦，變那個讀到體育初中，山大下嘅學校，係啦。哦，印象當時就講細家有個讀初中家有冇？冷天家佢出門以後要駕火把，用火啊，山當有冇天啊，用火把。他們行半點鐘，我都4點鐘就出發，4點半就開始行路出去。大早4點半。係啦，嗰天係盲講啊，係盲所有。嗰天盲講啊，嗰火把有冇？騎到半點鐘，騎到嗰天講係做火拿做舞台，就看到嗰臭程度哈。哦。下課嘢，咁差唔多同會啊，拿咗嚟，迄個看唔到路，要點播，用出嚟播咧。咁反而錄音講到都用實體嚟樣辦。應該係唔係用識個攞個嚟，落去啦。嘅火把你都唔是看過嘛？火把，它有嘅，竹槓哈，基本都係就靠竹槓，嘅你煤油啊，煤油倒落去，嘅布嘅石蛋糕，咁咪就會炒嚟。我是講過，不過台灣人讀書真係非常嘅過程辛苦係啊。呀，講真，屯也現代聲音嚟講，如果天方夜譚，那有可能，對嘛？呀，一個交通四通八達。當然爸沒在，突然就一吐水。對啊，現在好命啊，那比的咧，係啊，仲阿妹行個辛苦啊。對呀。我開足順水買啊，才每日見買，從安尼行啊。當然咪1-2點鐘安尼行出去。行出去買就有，下次要開啲種子，開密碼嘅要賺到3度行啊。辛苦啊，真係。冇事情黑暗3度都嘛。好啦。安尼咧，總體咧，唐先生的講評。來，請民主先生。好，民主先生吼，創業研究咧，所以都推上吼，咁樣嘅推風非常嘅穩健吼，也唔驚山咧。看你一下衝出來是變到太上啊，規路按少年去吼，一路可以幫你。哦，所以冇按驚山咧。但是呢，衝山歌啊，吼，我哋嘅做人方面，他自家我一定要注意，又高又大，吼，又太上又細上，自家我一隻。衝久咧，是為落個感情投入落去，啊，樣人衝出來嘅歌，人唔會嚇到，吼，本聽嘅人也係舒服，吼，喂，你啊，以所嘅人講，你啊內心哦，聽到很浪掉，吼，但是呢，你咪要啲好舒啊，吼，最尾一句無偏。無通無偏，嗰啲係最重要，因為唔到該到嘅時間就效果按強上按圓潤過去，所以本人聽到是當好，所以你自己係咪
专业播出来先请安那汤。真老师讲的唔会差哦，吼，真是头前啊跳边跳台上咧，跳7号咧，咁樣人吼，啊每一節是有衝強上咧，吼，你一定要注意，絕對要注意，好嘛？吼，分數我會大行嚴掉，但是唔會讓向到啦，吼，加油哦！好，先生都在1年了，對不對？可以，可以，他就啲咧，看一下前面書嘅分數。然后就发现气感那种也太 Q 哎。你要走演艺圈这一行，我们一定要有职业道德。看一下前面书嘅分數。哦哟。先生。已經最年了。对啊，纠正我们按5分啊，请5分哇呀，一路下来全部是懂厉害哟。係啊，難評難評。高數中的高數啊。錯，姊妹數。恭喜恭喜，安子些好，先準備讓走。可以哈。好來沙下來。沙來正經用帶來羅山歌。來，等下啦。山歌，不正當那，論戲，唔愛呀，書本中那。山歌，偏多是那文章了。千朵啊，長端紅啊！還有什麼？台東池上便當啊！哦，我聽到說，中華年我池上米按有名哦。水好吧？個兔子好，兔子啊，要水質又好，水質又好誒，水又咪氣候咪好，氣候啦，最重要，天時好，對啊，天時地利人和，哎呀，對，哦，跟人家那帶到給人精神也特別好，又去到山東方皮媽媽迄，係啊，個山東方講真，人家打獵應該動接度多哈，因為青島人去打冇打唔得咧。打唔踢啊！打唔踢。哦，你下有幾天啊？你話你下有較開放啊，種河啊等打，但是河山豬咧咩，啲都冇。咩保育咧？做得打，但打唔踢。打唔踢，當到是當到啊！哦，踢到咧。踢到咧，正像澳洲袋鼠樣嘅踢到打唔踢。你話種東西你都微妙啊，你原先妙微的，那都會有把多種。我是差一不裝孔，然後像其實裝嘢裝到裝實強嘅落去用。
强的是个咁嘅只动好色，刚刚种了茂谷啊。哦。个种了之后，规只要吃到杠杠，吃到枪枪。哦，真的哦。做三枪哦。三枪，专门是咁嘅。居然是枪诶。哎呦。哎呦。哦，结果咧，结果。个强嘅冇用捉到啊。捉到，係冇用捉到。个角嘅用我自己毒药嘛，叫攞命嘅。哦。用個借唔起咧。借唔起咧。強嘅當削角。削角嘅嘛意思。他很珍惜他的腳。哦，削角。啱啱最重要角捉到對嘛？牽人幾下，牽到那幾度行落來。哦，像抓到他的把柄一樣。就那個兩隻腳壓着，他為了保護他的腳。嗰條角硬嘅，因為我能牽到那幾度挺難到啦。你坐定幾分鐘，幾米半落去。哎呦，係啊。當削嗰條幾角。你捉腳腳就冇俾定死哦。係啊，係咁樣。叫後來咧，後來就撞去阿公嗰那裡，就篤啊，篤啊，就是要走去配標。哦，放生了，縱虎歸山了。真的還假的？今日不用你，那麼可惜，很難得嘿。可是我媽說你不要殺他，叫我去別殺神，阿彌陀佛。我媽90幾歲了。對啊。咁我俾你吃就好了。如果原住民朋友那麼可惜，我難得抓到呢，我有可能今晚加菜。我媽說你抓去外面放就好了，這樣子，不用太對，放生啊，對，要不然就是給別人。啊！別人殺了以後再分一點，再去他家吃飯這樣。這一招要學一下，學一下。唐先生講明啊，像尹先生。尹哈。好，今邊真係個從係老三個，其實講正經嘢上就出到當好當量，咁個今邊你談起來啊，我談起來係下輕掉啊，嗬，韓國才個月咪些。當場有啲壓力，好，所以佢上了有點壓上，好，我相信以前家人當然啲講，佢個人咪些好，從起來有當場係冇按自然，好，咁個歸屬歌曲正經就係以前家本來嘅咧係上當量，好，所以你唔係講係影響到你規則老三個嘅人民，咁個實下來就係很強哦，嗬，比如講你嘅天意嘅論起唔會。嚇，論起你係從個人來下來從麼嗬？咁個唔會兩片呢，你係用個人來從嘅時節，談起來就冇按順。韓國數文章，嚇數文章嘅時節嗬，你係數嘅很強嘅感覺，唔係按自然。數文章啊！你係講個人為下輕，你做得唔是從按歌啊，論起未做得，冇就聽特幾對論起，好，按樣起愛上你可能從起來下強數，好，韓國第三句數數三個平多詩哈，其實兩日句吼上來撈你討論來係撈大家來參詳一下吼，係唔係兩句？其實嚇吼。係因為你愛比賽，當到線上開始來教，嚇，所以詩喺變成一句就係7則詩4句，嚇，就係28則詩。其實你做起嘅3個，也有一句9則詩嘅，平板也做得從到11則詩，嚇，所以係唔係平到詩？我想兩句歌詞做得撈大家來討論，唔係撈你唔係講你嘅唔錯啊，嚇，因為你係。流傳下來嘅歌詞吼，早點唱。咁個數數三個咧，就係你唱嘅時間，我感覺很強冇按自然，係講你感覺冇按好唱。其實條條三個也做得，得條三個也做得。數數係講唔係按好唱，你做得了去改良就是唔怕。嚇，你係冇人向你嘅，你係歸屬歌曲嘅歌詞就做得。嚇，按樣先可能會下好唱。最尾就是長短行，唔係長短行。長短行，長短行呐！我係建議係咁樣先。好，咁講基本嘅比賽，我打分數嘅你係感覺就係撈切家比賽，所以我希望在分數當中做得提醒你進步，然後很有空間做得努力。好，是冇嘢。好，按住先，好，好嘞。所以呀，嗰次某一天28則詩，你知道係嘛？係嘛？係，其實歌詞唔係就聽28則詩啊，係講因為大家愛比賽，
规则强让大家咪下好练习，线上咪下好教，所以变成创球流传下来就係28小時。哦，咩講？一團固定都7小時就係。哦，咩做嚟？比如講，我根本嘢捱來都鬧嘢打擂台哦。做得。看到羅燕燕哦。好咧，好咧，有本事先生講好咧，唔好繼續下去咧，我看分數咧。好啦，看分數，看分數。看下鄭建勇嘅分數。好，謝文先生。怎麼突然厲害？95俱樂部。哎呦，95俱樂部，95加滿，好嘞，謝謝，加滿。安子謝，來回到休息哈。好嚟撒下來，撒下來，突然風帶來平板。來，睇下啦。远方之现在生活非常的惬意啊，没事就是3、5好友啊，跟阿姨白山的，哇，赏对啊，我看你那个跟制作单位讲了，那写出来的好像在写作文一样，哇，是吗？花开的这么美，还有微风徐徐吹来，是啊。真件係哎呀，結果就落太水咧。係落太水，得㗎，我朋友講用個身啊，落太水嘅冇卡仔，我冇卡仔哦。結果講下睇下啲我老公喺度查咗4點鐘咯。哎呦，好呀，我老公我送3支仔，3支好刷票。你講看5杯地杯，5杯就即已經落水了咧，實都是查上來咧。對呀，還有按下不用啊，好貼心我老公對啊，嗯。哎呀，哦，唐共還青島人，他粉絲很多呢。粉絲很多。係啊，講用按叫冇看到唐島去衝山歌。係啊，我老人家咧，等我喺看到我嘅時候就講，因為按叫冇看到人天時才衝山歌，我沿途水蠻多。啊，對啦。然後技術杯飲到果子本來糖嗰樣嘢，唔是哦。唔是老人家其實飲到當對答。哎呦，搭機嘅樣嘢，同阿婆、阿家婆咁樣，90人這時節，特別係去到個夢牙齒啊，豐富啊，54人啊，通常個溫堂啊，54位大旗子，54位杜家位大旗子位綁上啊，對啊，嗰唔是14啦，佢打個賭錢嘅條。啊冇啦，唔識師要不都叫。跟師傅要不打，旗子要不打，厲害老人家，所以老人家同我潛嚟了。啊，真係啊，睇衝山歌。係，嗱我老公咧就講，我老公咪同我老人家聊天。真係啊，我懂得忘年之交啊，你。哦，佢全部做廿爸廿妹啊，你。
走地咯。哦，不90岁安尼，当好顿也了。哎呦，安尼当好啊。啊，后生爱了边有讲哎。你汉江老人家，专门老老人家了啊！对啊，跟就干脆就开咧养老院呐。系啊，要做的咧，我要想。对呀，你nhà个山的有冇？嘿，真啊，去建养老院。那个感也没办法啦。系嘛？哦，对嘛。急人，冇办法啦，急人咧。急人3000人平呢，3-4千平呢。啊，冇限咗嘛，老人家公发就大堆股。来，冲起来，谈公平啊，公平啊，高中先生。云峰手指咁樣創業平板，基本上嚟講，佢規下嘅亮度啊，也係做運各方面嚟講，都有青島嘅優點。像佢特別在第3季大餅子為1年嘅，嗰隻1年，佢冇唔係講就按一般嘅咧，佢有創也個按也個。辦位，嚇，佢咩辦位？佢做得老，像國人講切分陰陽啊，用嚟嚟創法係3萬咩中央，2隻先嚴做中啊，你係做得咧，也有隻變化，唔會按死板啊，嚇，佢咩跌板，好也做得咧，啊，尤其佢3萬橋得咧橋絲，而家創嚟以後，嚇，因為創比較較有問題。就講保安康嗰隻案師，其實一個行強嚟講，要多少嘅唔係按順，好其他嘅基本上就算清好。但是點解佢創就有一個村林代替萬形狀一隻萬師嗬？很多有的很多唐突啦，嚇唐突啊，可能佢幾慘嘅佢。係講起強山，你係問係搞唔到清楚啦。如果佢係咩嘅隻司機，也想唔到嚟裝嘅問係，周日就嚟講做很多唐突啦。咁尾自己2隻係佢青態缺點啦。下一擺係有機會嘅時節，應該可以再加強注意啦。加油！好。謝謝郭長先生。我哋副總啊嚇。好，今杯遠鳳太姐吼，從你係平板講正經嘅，就係其實你貴屬歌曲嘅很強，韓國嘅原味，那一般你下接聽到嘅平板，可能有很冇強樣吼，聽起來用自家創出來嘅你係特色，吼你係值得鼓勵嘅為所。韓國呢頭先高總入面有講到吼，就係你嘅你係提示佢3萬橋的。兩邊衝到東河，嚇兩邊原味做到東江。咁個保安康兩邊嚇，按兩隻時間感覺你從嘅世界嘅戲，做得到佢運用到很下順的，因為係不會輸太累嘛，嚇。所以你嘅保安康嘅按，我去到做得就個到佢做下降調，嚇可能係強弱嘅問題，樣般來變化，嚇。還有可能還有大家有正義嘅就係提起咗嘅咧，提起佢嘅溫線裝，你唔係冇從出來，就係可能貼推一下也係樣般嚇。我想你做得本意隻整體嚇，就係韓白自家從說記得嚇，你喺溫戲，因為在傳統嘅樂器當中，其實冇碟板哦嚇，因為你在呢一片嘅比賽係用戲樂嘅方式，你係爵士鼓，佢嘅板吼係固定嘅，所以從嗰些特別注意嘅問題吼，你係本嘅建議溫戲啊，又係你講吞口水都會影響吼，提醒你一下，希望人韓白從嗰些冇人見眾，不用輕鬆嚟從，其實你表現得當好，什麼人？宋先生，好嚟多第二號嘅，歡迎下。歡迎下涂元峰嘅分數。好嘞，嚇。而家都貼到誒差唔多哦。係啊，叫師傅。係啊，冇相干啦。冇相干啦。可能會變淘汰呢。沒關係的。啊，沒關係。就保佑後面或者下個禮拜的唱差一點啊。好了，沒關係。就這樣，好，等越講錯哈。好嚟殺下來。殺來唔飄然得來3個字。好嚟，大家啦。
李云头，讲什么耶？怎么有声？没啦，最近有真的比较注重自己的体态啦，有较注重。因为从生意柜开始讲到呀哈，生意柜哈，慢言。那个罗哥。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那罗哥怎么回事？因为伊安尼讲之后，我去就会看电视，然后就看，发现去感觉越来越太巧诶。冇看电视就好了呀，做唔得啊！你就上网吃了，我跟三位做唔落啊，做唔得。系啊，然后都有3号做嘞。不行，还是有决心，然后就像我去甲开抽掉诶，然后第一天失眠当面看。真的呀，我们真的，你要走这一行，演艺圈这一行，我们一定要有职业道德，好不好？走。没，你有特色，你有特色。我跟你讲，不能太完美，迪蒙，我们总是要留一点点缺点。好，你那个不是缺点啊？哈，这不是缺点是不是？一点点啊，我没有说很大点。好，然后本期心情啦，天空最重要。天空真正，冇聽過嘛，劍亂用。係啦，當然，運動啦，運動嚇。係，總體嚟同先生講嘅，好嚟。比如按後生能夠將你按你山歌傳統唱得按吼，千難年可貴哈。同時嘅颱風見嚟見嗬，見雲天哈。係唔過係要記得是啦，嘢就咪冇法都好險嘅哈。上唔開，因為一吊上去嘛，你唱到上唔開啊，上唔開，上唔開哈，必須你沉睡就記得咬字非常重要，記得我唱到強調，你唱歌係要唱波安狂，咪唱到安尼波安狂冇唔錯啊，你波安狂，波安狂，波安狂哈，平安嘅安字就冇唱到咧，所以咬字我記得哈，你上唔開，你就要打字，你打是咬字哈。還有好運來嘅時間，好運吼，你高鹽嘅時間，我希望因為有呢個條件，能夠在大概就加鹽上去吼，就比較唔會硬掉，創業會更加好彈啊！人家叫咩歸屬嚟個糖嘅當穩啊！你希望人能夠往更加好嘅成績，加油！好，安子先，好，來看一下分數，來吳필雲嘅分數，講下用講最高分。對，所以不要減肥，重點，給天使風唔好看。還是要減啊？不會啊，你以前是老師講的，以前是嬰兒肥咩？對嗎？呀，是自然肥。自然肥。哎呀，我是講抽忒冇上我衝。唔會啦，嚇唔會啦嚇。要不要好好練上？好，好，哎呦，加油！恭喜你啊，96分，啊，這些回頭休息。啊，今日節目告一段落啦，告一段落啦，好通過嘅哦，今日就報名哦。打電話來，096667006還有傳真電話0277781232。好，等大家就報名哈。等大家電話。拜託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有冇多謝辛苦嘅評審團長。什麼先生？謝謝。咩事望各位財先生？韓國阿志繼續加油嘿！什麼小康老師還有郭翠先生，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辛苦，辛苦嘞！謝謝老婆們啊，老婆啦，老婆辛苦了。啊，你們忘記了，一定要準時出關呢。老年到了，老年就好了。嘉賓。我想轉到過已失落嘅所在，記着天風用夢定定愛來轉到，河水長長漫野西歸寒江哦，
梦伫夜下倒带感盼吹梦，爱上转到故意失落的所在。其实天风用梦定定爱来传导，彼讲也未深埋你的将来，用半渐灭失去的色彩，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讲讲无奈何去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甘愿寒多米洒落中去，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讲讲无奈何去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愿那一生因为少你，真情换故事，爱上转到故意失落的所在，其实天风用梦定定爱来传导，雨水长长蔓延四季寒江河，梦伫夜下倒带感叹吹梦，爱上转到故意失落的所在。其实天风用梦定定爱来传导，彼讲也未深埋你的将来，用半渐灭失去的色彩，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讲讲无奈何的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甘愿寒多米洒落中去，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讲讲无奈何去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愿那一生因来少你，真情换故事。真情换故事，真情换故事。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讲讲无奈何的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甘愿寒多米洒落中去，爱的心味多年声音如七松半路，摇摇动动无奈何的缘分，春夏秋冬，冬日白夜无强用的梦，不愿那一生因对少你，真情换故事。真情换故事，爱上转到故意失落的所在，其实天风用梦定定爱来传导，定定爱来传导，定定爱来传导，定定爱来传导。